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3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先增加28个本土病例来人死亡。今仔开始，电影院艺术场馆等所在有条件开放。疫苗登记平台今仔开始开放，18岁以上的民众拢会当登记。世界卫生组织嘛呼吁，2档疫苗唔通做无同款的牌子。日本政府今仔宣布要佮送第3批100万剂的 AZ 疫苗给台湾，15就会送来到台湾咯。新闻一开始来看，咱过来今仔先增加28例本土病例，新北市有15例，台北市19例，有6个人死亡。另外，疫苗登记平台今仔日开始嘛开放，予全国18岁以上的民众拢会当来登记咯。咱来听指挥中心下晡上届新的说明。确定的病例，本土病例28位，那居隔阳性的是11位。那新北市15例，台北市9例，桃园2例，苗栗县、台中市各1例。说日本又在宣布，要再捐赠1批AZ 的疫苗给台湾，在7月15号会到。第2轮的预约接种，它的医院登记是到昨天的下午5点。收单在早上10点到11点都已经发送简讯给所有在第2轮预约接种，也就是有购 AZ 的朋友啊。即日起，就是全国18岁，包含18岁以上的民众都可以来进行意愿登记。那到7月15号的下午5点为止。今仔开始哦，之前有伫疫苗平台登记，嘛有下资格民众，政府就发简讯来通知咯。接到通知的民众，就会当去预约注射咯。除了线上预约，民众嘛使直接去药局摕健保卡来预约。也毋过今仔早起哦，因为系统版本问题，佮加上上侪人拢在预约，登记的平台走了无介顺。想要预约的民众用家己的手机进预约注疫苗的 App， 经过大约半点钟，系统总算有反应。也毋过要预约完成，也阁需要一寡功夫，因为做新冠疫苗的意愿登记甲预约系统启用了后，开放登记的人，包括50岁以上的民众，甲18岁以上的第9类者，甲昨昏下昼5点已经有超过284万人完成意愿填写。政府为13开始陆续以简讯通知符合资格民众，13到15会当进行线顶预约，上紧16注疫苗。收到简讯就可以了嘛？您是觉得说先打会比较安全，是不是？本来就是吧。我想说就先来那个排队，然后有机会的话就可以先打到疫苗，也比较安心一点。因为政府核调全国药师来协助民众预约。注疫苗，民众透早就来到熟悉药局，请药师到3工。也毋过因为系统版本因素，也是伤侪人同齐预约，所以规个预约系统一直无顺畅。号召是针对到现在还有继续在贩售实名制口罩的药局，好，所以这些药局还有4000多家，还有80%的药，这其中的80%还是有意愿继续，就是除了实名制继续贩售以外，还是会来协助做一个这个意愿登记。面对系统无法度顺利就网。药师一直卡1922电话，希望伫上短时间排除状况，也协助民众用家己的手机与 App 7类预约。根据统计，第1波预约注疫苗的人，登记注 AZ 疫苗的有8万多，想要注莫德纳的是占60%，其他是随意选。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讲，第二塔印度变种病毒目前已经传到全世界咯。世界卫生组织嘛建议民众2档的疫苗唔通做无同款的牌子。过来医师是表示，这应该是国际上对咱人做2档无同款牌子疫苗影响，科学证据阁无啥够。WHO 警告，全球为着新冠肺炎的人数，阁一届加悬。Delta 病毒已经渐渐成做主要流行的病毒株，不过真侪国家注疫苗的比率还是无够。世卫专家嘛建议讲，疫苗无建议蓝列注。国内感染科的专家认为讲，主要是目前国际上疫苗蓝列注对人体影响相关的科学证据也拢无够。目前比较有数据的是 AZ 疫苗跟那个 BNT 辉瑞疫苗有混打的一个数字，就是它的不良反应会稍微多一点，然后如果是先打 AZ 再打 BNT 的话，抗体可以比较高一点点所以我们现在认为说混打疫苗大概就只有 AZ 跟 BNT 是有一点
研究的根据。那其他的疫苗之间的混打，我们都不建议。国内为拜二开始放零部分的防疫措施，部分的企业嘛，互员工倒来公司上班。有民众烦恼讲，敢会因为通勤的人流增加，互感染的风险加悬。医师分析，只要是公共场所，都拢有感染的风险。不过目前台湾主要拢是家庭消费较济，所以民众只要持续落实个人的防护，也有接洗手，就会当阻挡病毒。说餐厅别桌的客人发生传染，在台湾好像并不常见。台湾最常见的其实是家族内的群聚感染，所以我想那个餐厅不一定就是特别传染高风险的地方。传染最高风险其实是同在一个屋檐下的家庭。因若国内开放旅行社会当组团去户外景点，嘛会当下馆市大饭店。医师认为讲，这是高不离种爱伫咧经济甲疫情之间做出平衡。台湾已经真好转去甲英国本土零确诊的状况，有条件放零防疫措施，民众嘛会当学习甲病毒来共存，落实防疫，豆豆恢复到正常的生活。记者综合报道。为了应付变种病毒，真侪国家拢开始帮民众注2档无同款牌子的疫苗。台北市长郭文地甲一寡医师冇这款的呼吁，也毋过 WHO 是具体建议讲，上好毋通注2档无同牌子的疫苗哦。指挥中心目前的态度嘛是建议讲2档注同款牌子的，嘛强调讲专家小组会个继续研究。最近泰国政府嘛宣布讲，头1档注中国科兴疫苗，第2档会使注 AZ。Delta 变异株当快速伫世界各地摊开，疫情无看到转好，部分国家提出男女子疫苗。不过 WHO 专家建议唔通男女子无共抢牌疫苗，因为这是有淡薄仔危险的趋势，因为这对人体健康影响欠资料加证据。So it's a little bit of a dangerous trend here, where people are. We're in a data-free, evidence-free zone as far as a mix and match. There is limited data on mix and match. There are studies going on. We need to wait for that, and maybe it will be a very good approach. It will be a chaotic situation in countries if citizens start, deciding when and who they should be taking a second or a third or a fourth dose. 台湾目前只有 AZ 甲莫德纳疫苗。台北市长郭文地主张蓝理事认为，若讲注过 AZ， 第2档注莫德纳。只要等4礼拜，呼吁中央应该思考快速建立完整防护网，予医护人员会当尽速注第2档。指挥中心表示，关系监视男女子将交由专家小组研究。那专家小组会持续研议，有充分的资讯完备，那也认为是可以的时候，就会自然会跟大家来做一些说明哈。所以这个还是回归到科学的证据。台湾对男女子疫苗还未做出结论，泰国政府昨日宣布，将为第1档注中国科兴疫苗民众，男女子用过 AZ 疫苗。这也是全球第1个公开宣布将中国甲西方疫苗男女子的政策。泰国公共卫生部表示，会安尼推行疫苗男女子，是为了提悬对Delta变种病毒的保护力，佮强化民众对新冠肺炎的免疫力。记者综合报道。所以，咱帮观众朋友来整理今仔日全台湾各地为着病民众的情形哦。今仔是增加28个本土病例，有1个境外病例，有2个人死亡。目前台北市是有9例，新北市有15例哦，桃园有2例，苗栗、台中拢是1例。咱台湾目前的总病例数已经超过15300例咯。虽然对今仔日开始哦，已经淡薄会使解除封锁，也毋过疫情起起落落，民众哦都唔通大意。咱来看早起10点开始。疫苗平台开放第3轮疫苗的意愿登记，满18岁个人拢会当去登记。指挥中心嘛表示讲，日间照顾中心嘛准备要有条件来开放，只要有8成的工作人员拢有注疫苗，也是讲有3日内底的快筛证明，就会使开放。由行政院政委陈凤设计注疫苗预约系统，头一批已经伫拜下晡5点结束。7月13登记实施的对象阁扩大，除了第9类18岁至64岁高风险、罕见疾病甲重大伤病者，还有第10类50岁至64岁的人，另外还有民国92年进前出世的人，嘛拢会当来做登记。现在在第3轮的疫苗意愿登记，已经将18岁以上，那已经是开放。
开启了这个18岁以上的意愿登记。指挥中心表示，注疫苗医药系统会分配一天会当注射的量，这几天就会寄简讯，予有符合资格的民众登记医药注射。民众只要收到简讯，就要赶紧上网医药注射的时间。另外，国内本土疫情有渐渐缓和，体值嘛豆豆咧降低。指挥中心嘛，当地的研究部分的长照机构有条件开放，包括社区型长照服务机构、小规模多功能家庭托顾、护理之家、心脏服务机构、日间照顾服务等等的据点。整体的工作人员的疫苗施打率要达到80%，未接种疫苗接种第一剂疫苗未满14日者，提供服务前应于3日内检附这个 COVID-19 的抗原快筛阴性的证明或解除隔离的证明。那在3级警戒期间呢，要配合每周的自费提供抗原快筛的阴性证明。另外，机构内底的动线嘛要规划好势，若有交通的服务，一车上侪会当载10个人。免若出现有确诊者，就要暂停服务，通报予主管机关列名册，而且配合疫调。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继续3级警戒，也毋过今仔开始防疫淡薄放令，艺文场馆开放营业，也毋过爱预约。来看台北故宫是以正严格防疫来迎接观众哦。故宫目前一天是开放2个时段，每一个时段限100个人，一开放预约就拢随满咯。体温正常。体温正常。当天阮是连坐国家卖票所在换门票，过几路关才好入去展览馆内面。故宫博物院伫咧经历过史上上长要甲2个月闭馆，总算再度开放。将这民众做期待。从3级以后就没有出门了，觉得应该是史上最安全的时刻吧，而且里面一定都没人啊。想要看一个画琳琅特展，那只有到今天。你看我多好，这么防护还是会啊。3级警戒之前，他有那个策展人的导览，我就预约，然后后来就都不能来了嘛。今天是刚好是画琳琅的最后一天，然后可他刚好开放，所以我才会一直盯着，就是他一开放，我就要预约。想要看年度的大展，为玲珑火龙图，有几多位游客听到故宫开放有效，就赶紧上网登记，顺利伫咧大展的最后一天13早起入馆。为了要迎接未开放，医护嘅防疫措施做甲正周全，一天只敢若开放2场，一场100人。另外为了防疫嘅考虑，饮水机袂当用，所以即马开放现场的民众会当家己榨水入去。也毋过，只敢来让伫咧展览馆外口的空间空间啉。我们在期待中带着兴奋的心情，希望呢尽快开馆，可以先进的那个饮用水呢，可以在展间之外，也就是走廊或者是其他的公共空间，可以在这个地方来喝水。碰触的一些那个展间呢，我们就不开放。工作人员戴面罩、挂嘴安，展览区的座位也拢有打社交距离的标识。因若用手卡的装置，也个有音导弹的装备是拢无开放。故宫的副院长黄永泰讲，传统上除了公休也个过年暗会提早闭馆以外，其他差不多拢是规工的服务。所以这边封馆要到60天，会当讲是历史上第一遍。目前开馆的前2天的场次已经有约廿返。希望民众伫咧维持防疫的同时，也会当到故宫甲艺术品接触。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大型的游乐园虽嘛开放，也毋过餐厅阁袂当开放伫内底用餐，尤其规工拢伫园区内底哦，安怎食饭是大问题。有的业者是特别安排户外用餐区，有的游乐园有饭店，就互游客伫饭店的房间内底食饭。13号全台未解封，台中的游乐园一早起就出现游客喷酒精、消毒、QR code 实联制，一项拢无少。但是防疫的步数搁较多、搁较烦，也无减民众的兴头。我朋友刚好约我在那边，他刚好约我然后他就说要不要一起当第一个进力宝的，我说好啊，走啊。都是突发奇想的点，走到哪里都玩到哪里啦。反正台湾就这样子啊。游乐园一算就是几工，3级管制期间无开放餐饮伫咧内底食，如何食饭变成上大的问题。各地游乐园的做法无共款，
亲像台中热宝路园结合园区内底饭店，只要符合消费的条件，就会开放饭店的房间，让游客伫咧独立空间来用餐。一个房间上济是会当住4个人，但是若是家己炸食物，就只会当登去车顶用餐。以家人为单位，芙蓉饭店呢，我们有限额的开放房间，来当做一个用餐的地点。 搁往南部行的建湖山世界，美解封头一天也出现一寡游客，业者是安排4个户外用餐区，采行梅花座设计房。我们在园区呢也备有户外的用餐区，欢迎大家买了食物之后就到我们户外区来享用。那在户外区这边呢，其实我们也都配合 CDC 的规范，来配有梅花座、隔板，还有保持社交距离。 放风一下，稍闷很久是不是？对。哦啊，小朋友嘞，就是这阵子有带出去玩吗？没有，就今天是第一天。待会进去最想玩什么？比较刺激的。刺激的哈，好。民众随着未解封，利用休热带囡仔出门，防疫的压力也随着增加。不过因为各地相关的防疫规定无同，建议民众出去算进前，也是要先了解每一个游乐园的用餐规定，以免造成困扰。记者台中云林综合报道。 再来看台北大龙洞的保安宫有先向台北市政府申请要开放，也毋过传出讲民政局同意，也毋过互市长郭文德退行，互庙方是真不满哦。副市长黄珊珊是强调讲，会过来问指挥中心的意见，也毋过今仔早起10点左右哦，市政府嘛已经同意保安宫会使开放咯。 美解封头一天早起10点左右，位伫台北市的大龙坊保安宫，迎来手头香的游客。 民众一家伙大细对寺庙开放感觉欢喜，特别祈求身体健康。你们是第一个哦，真的啊？根本就要来。这样子。要来这边对吗？对。没有。先开放吗？还是？对，只要先开放。就是要先开完才来的。就幸运的啦。啊，你感觉迄个拜较好对无？有拜有保庇。 中央宣布13美解封，放宽寺庙、教堂做好人流控管，都会当适度放凉。对此，大龙坊保安宫先向北市府提出申请，也毋过却传出申请案经过民政局同意了后，上报予郭文德市长时的时阵轰动落来。庙方表示，市长黄珊珊把私底下传信息予保安宫，佮澄清绝对无动案件，也会请示中央指挥中心。 民政局长的电话啦，他们现在内部已经沟通好了啦，那现在就是等着他要发公文嘛，所以他公文还没有到达之前，我们可以先开放了啦，这叫我不要生气了。我们是跟22县市的民政首长一起跟同仁一起讨论，那一起沟通。伫中央13全国防疫会议了后，记者会一结束，保安宫突然得到北市府点头，同意美解封，庙方也真紧做好相关防疫准备，落实正常单一动线人流管控。卫福部跟内政部他给的文件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卫生部门他的认知是说宗教场所不开放。 北市府内部针对寺庙美解封，一度传出民政局、卫生局意见不同调。庙方也只低调表示，保安宫最后会当开放，全靠中央地方沟通协调。记者综合报道。庙是爱申请哦，得当有条件来开放。咱嘛来看云林西里福兴宫哦，甲人数限伫10人以下，袂当跋杯甲抽签。也毋过哦，台中市大部分的庙是都拢先无要开放。 也毋过游客会使伫庙外面来拜拜。信众早竞品甲素果去云林西里福兴宫要拜拜，是连坐蹦体稳了后，由庙方的人员因带入去庙内拜拜。信众讲等真久，总算会当去庙内拜拜啊。感觉讲入去庙内咧讲较安心啦。美解封的头一天，云林西里福兴宫宣布，为13开始有条件开放就去庙内拜拜，除了爱遵守防疫措施。 采取高一个出入的动线以外，室内人数的限制是10个人，而且有出才有入，来确保社交距离。庙方表示，即摆也是3级警戒期间，嘛是爱遵守防疫相关的规定。咱有送文件去互县政府征收伊的同意，咱才有开放互信徒入去庙内参拜。也若台中乐成宫嘛有袂少民众要来拜拜，毋过目前也是维持伫咧庙埕的，无要缀咧未解封。有民众讲是真失望。
看政府的那个公告是说今天就可以进去嘛，只是不能拔杯跟抽签，对，但看起来好像还是不行。民众就是讲未解封，甲新民讲话会当较紧嘞，不过恐惊无遐紧。台中陆成强表示，目前疫情虽然较缓和，不过还未达到相对稳定的状况。若要开放参拜，是真恶依持社交距离，所以决定无要缀咧未解封。无差半个月也袂要紧，只管安尼啦。哦，这个新村咱是都车咱下面，大家拜人伫遐可拢共款安尼。庙方表示，原底有按规定拟定防疫计划书，不过烦恼到是信众伤济，所以就决定暂时冻点。民众若是要来拜拜，也是依持伫室外庙埕。因若伫室外庙埕拜拜，按指挥中心的规定，人数的限制是99个人。台中市民政局表示，庙方若要开放庙内参拜，就要拟定防疫计划书。不过，即马是3级警戒期间，目前提出申请的，敢若有伫海线的一间公庙，而且还佫伫等待审核当中。记者综合报道。昨暗晡，台南的大东夜市就已经开始排档做生意了。也毋过，却传出讲台南有2个夜市的业者有因为群主放开单，冇因为无做好实验者，嘛收到红单。台南市长黄伟德是提醒业者一定要遵守防疫的规定，若是讲一套做一套哦，市政府会阁要求停业。3级防疫夜市停业，不过业者总算是等到7月13小解封这天。台南出名的大东夜市，12暗时大新恢复营业。市府为着管制人潮，现场阁有安5台摄影机，透过电脑分析来计算人数。12暗时这天人无介多，不过也是有拍麻将换红仔的贩仔违规群组。台南市卫生局表示，会罚39,950。我不敢去摆了啊！我那个有客人围观，我就跟他说这样子我会有群聚啊，然后我就是已经有赶一些人走了。就是不要在我的摊，他就觉得10个超过就不行了。可是他完全没有给我劝导啊，他就是直接给我开啊。防疫期间，请大家保持社交1.5公尺，安全社交距离。也若是伫永康的盐行夜市，警方佫摕放送头地宣传防疫，而且结合相关的单位咧稽查。虽然大部分的贩仔拢有配合防疫，不过嘛伫咧盐行夜市发现贩仔无落实实验制，交予市府的市场处开机罚单。针对这件代志，台南市长黄伟德是提醒业者一定要遵守防疫规定，若无一定会处罚。他们摊商所提的防疫计划没有设置 QR code 的，或是说有造成人有群聚的部分，这个部分我们该罚就罚。台南市府强调讲，若是有大头家也是场客无配合规定，就会照传染病防治法罚相关15000块的罚款。若是搁再违规，就会强制停业。市府是搁再呼吁讲，虽然即马是小解封，但是防疫无放零的本钱，民众甲大头家拢爱自主配合，才有法度恢复正常的生活。记者综报道。再来看鸿海甲台积电分别要捐500万吨的 BNT 辉瑞疫苗哦，也毋过过程中，外界是一直质疑讲，咱的政府一直在刁难。昨有外国媒体路透社嘛指出讲，上海的复兴公司本地伫契约中有要求讲，爱提供咱台湾民众的医疗记录，后来才取消哦。行政院长苏贞昌今仔是强调讲，政府坚持爱合法、安全、有效，目前拢有做到。日本政府今仔嘛阁宣布讲，要捐100万吨的 AZ 疫苗，互咱台湾15就会送来。日本连续2届送台湾 AZ 疫苗，总共有237万剂。外务大臣茂木敏13早起阁再宣布，要阁送互台湾100万剂的 AZ 疫苗。インドネシア、ベトナムおよび台湾に100万回分ずつ追加供与を行うことを決定いたしました。これらのワクチンは15日に各国地域に輸送する予定であります。这是日本第3届捐疫苗予台湾。茂木敏指出，日本政府理解台湾继续面对疫苗无够的情况，希望借提供疫苗对台湾控制疫情有帮助。佮加上台积电、鸿海佮永林做伙买1000万剂的 BNT 疫苗，有渴望会当提升台湾的疫苗覆盖率。只是台积电、鸿海签约买疫苗的过程，有部分人士质疑政府调故意伫阻挡，事后佮来抢功劳。路透社佮报道讲，上海复测佮摆要求伫合约内底要有台湾民众的医疗记录。因为公私合作，我们政府的团队协力，大家一起
克服好多的困难和问题。在这整件事情过程中，政府最坚持的就是一定要合法、安全、有效。我们做到了，我们守住了。若搁再加上组织顺利签约的500万剂的 BNT 疫苗，台湾各会当有更加侪疫苗。有风声讲，组织基金会上近13有2万会当完成签约。对此，指挥中心的回应真低调，敢有讲有鸿海台积电的模式会按照这个机制继续协助组织。记者综合报道。中华交友大楼火灾，有一个少年的消防人员不幸过往哦。今仔家属是出面呼吁讲，应该赶紧来公开调查的结果，嘛要求为伊来设纪念碑。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嘛呼吁政府讲，应该赶紧来开放消防人员会使组织工会。中华交友大楼发生火警，造成4个人死亡的悲剧。导火原因到底是安怎？是因为放火，还是电线小拍电？也是有其他因素，拢也在调查。甚至消防员的家属也再度出面呼吁公开顺其真相。希望就是县政府跟彰化县消防局可以尽速就是对家属召开案件的说明会，那邀请家属是可以参与火灾检讨会的，能够知道说所有相关的细项。甚至消防员家属更加诉求立下纪念碑。安徽过身的消防员，也毋望会记日到坟，毋通阁有人无端损失。这场大火，阁较互消防问题浮上台面。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再一次向政府发声，要筹组工会，摕回自救甲发声权。相当无奈的是，就算我们协会成立了快10年，做了非常多的社会的倡议以及争取，都会被行政机关质疑说。你要跟我谈改革没有问题，但你拿什么资格来跟我改？组成工会的话，就可以避免一个层级中间把重要的议题筛选还有遗漏的问题。消促会要求政府重视消防员组工会的重要性，佮呼吁蔡总统对工会成立做出表态。毕竟关系消防能力不足、劳动条件等问题，消防改革已经是真着急啊！记者综合报道。今仔开始，渔港会当换头家咯。台湾渔港人民嘛表示讲，3个警戒期间有超过1万名渔港无头路，有渔港爱借钱才会当过日子哦。人民嘛要求劳动部应该爱补偿这渔港。本土疫情爆发，限制渔港找头路的权利。6月初六，中共下令全台湾的渔港暂停换头家。这个初一先放令加速看护港改革，13个类型的渔港全面开放。新的头家应该伫咧骗过的前3天内安排渔港做 PCR 检测，并且由头家付钱。新的雇主要去安排移工去做 PCR 的检测，那要安排1人1室。在疫情期间，本国人未被限制找头路，所以台湾渔工联盟认为，禁专政策本身就歧视的问题。而且有彰化中的渔工本来有机会伫咧5、6月的时阵上工，或者是拄则找到头路。就因为政府的政策失业，我现在已经7个月了没有工作，我的小孩也要读书，可是我没有工作，我没有办法寄钱回家，我觉得不公平。因为有COVID-19到现在，没有一个台湾人被第一次找工作。甚至有渔工因为生活无法度，只好去甲人借钱。July 13, nagsimula ang pagbalik normal ng paghahanap ng panibagong amo at sana magkaroon na ako ng trabaho kasi sobrang tagal na walang income, halos 1 taon na. May binubuhay akong anak at ina, marami na akong inutangan ng dahil kailangan ng aking pamilya sa Pinas at hirap na rin akong makautang kasi hindi pa nakakabayad at kahit... 根据勞動部的統計，今年頒布進前，差不多有9800萬位漁工已經被核准轉換頭家或者是新的頭路。這個無包括已經提出申請的漁工。台灣漁工聯盟推估講，應該有超過1萬人在這段期間失業，強調政策無應該全力轉過，希望勞動部愛提出補償的措施。記者綜合報道。今仔開始電影院開放咯，也毋過因為今仔大家攏愛上班咯，所以去看電影的人並無多。會使看到講電影院是真認真的表掃的消毒，每一場電影放煞都會大消毒。台北市是規定講，電影院有12廳以下，一個時段只會當開3廳哦，13廳以上會使開1/4的廳，嘛一定愛梅花座。
观众专程拢爱看喙暗，规间电影院拢袂当食物件。今仔是放映的头一天，看电影的人是无济。也毋过业者是表示，明仔载有新的电影，观众应该会来捧场。咱再来看健身房哦，除了嘛是一定爱挂喙暗，是连者人数上济，只会当是以前的1/4咯。运动器材爱让一台来使用，当然嘛爱常常消毒。有健身房就开200万买5000只快胎，要互教练来检验。特别2个月无来，杨先生趁着未解封第一天的一透早，就来到健身房锻炼肌肉，遵守规定挂喙暗重量训练，器材使用嘛已经消毒。伊讲信任健身房种种的防疫措施，但加减有寡烦恼，所以选人少的时间来。多少还是会担心啊，对吧？但是避开人潮，对。所以特别选早上的。对啊。未解封第一天来采访健身房防疫措施的媒体比运动的民众较侪。健身教练是爱全副武装来上课，喙暗面大拢爱挂好。虽然才当一个就一直流汗，但教练依然真欢喜会当转来工作。只是伫这段期间，指导学生袂当有肢体接触。大部分的教练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所以我们都可以用到我们的专业去教导会员的部分。那如果他不配合，会强制他离场？原则上是会的。工作人员一直用酒精来测器材，连锁健身房表示，运动器材嘛得爱上架来使用，确保社交的距离，嘛严格执行器材袂当混用，用了消毒了才会当换后一个。种种高规格防疫，更加包括开大钱买快铁汽车，提供教练定期检测。我们第一批的采购是花了200万，采购了5000剂，但是其实对现场来讲，大家都更安心，对。针对这个未解封，又有未少限制，有业者批评等于是叫因莫开门，但连锁健身房依然正面看待，认为会当慢慢开放，对未来全面解封有正面的帮助。但顾到会员若疑虑唔敢来，是接受线上的请假，一直到26号。记者王兴中台北报道。国际新闻来看欧洲国家杯的冠军赛哦，英格兰输给意大利，最后的 PK， 3个英格兰的球员拢无得分，伊嘛伫网络顶头互骂甲真歹听，这嘛引起各界哦谴责这款真伤人的言论。另外，亚球的意大利哦，唔拿民众欢喜迎接，总理德拉吉嘛专干亲身来向球员恭喜。英格兰伫2020欧洲国家杯输意大利了后，伫 Facebook、Twitter 顶悬，众人咧传对英格兰3个深色皮肤的卡球员拉斯福德、乔桑、萨卡无法度伫 PK 顶高举伊的大赛内底来入球，用大文来甲骂，还佫用真侪旧的表情符号，就算讲有煞咧甲抬掉。毋过伫 Facebook、Twitter 顶悬，互批评讲反应伤慢，安尼嘛互伤害愤慨。警方展开调查，各界谴责。Shame on you. And I hope you will crawl back under the rock from which you emerged. 英格兰卡球总会发出一份用词严肃的声明，表示讲，阮已经讲甲真清楚，伫背后下奥部即种人未受到欢迎，嘛摒说来甲即款歧视者，互因受到上大的惩罚。It's my decision who takes the penalties. It's not a case of players not volunteering or more experienced players backing out. 这久以来，到底咧互人糟蹋欺负？今年23岁拉斯福德对赛后遮侪种族歧视的言论，拢是软啊咧回应，表示讲伊无见光，毋过对成长岁月内底社区乡亲的支持，这拢是伊成长的动力。拉斯福德去年英超停摆的期间，替英国这个散车囡仔来募集中斗长的基金，原本是由政府甲拒绝。不过，伊是以球星的身份四界咧走动奔波，上尾连首相终身嘛有点头。不过嘛，因为安尼捲入政治争议。也那意大利踢赢转去罗马城的时阵，球迷阵阵咧欢迎，总理德拉吉嘛惊出办公室来甲球员恭喜。E quello di cui ci avete resi orgogliosi è di essere uniti.In questa celebrazione, in nome anche dell'Italia. 当天的比赛结果一个出来，米兰大教堂、罗马竞技场的边仔拢是安尼热热气气。这座队史第2座的冠军，会使讲是等53年才个捧到手。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呼吁讲，印度变种病毒已经拖到全世界104个国家，因是真烦恼讲有一寡国家的医护人员向头一档的疫苗拢无通做哦。WHO 是呼吁讲，一个较好起的国家会使先放弃做第3档的计划。
世界卫生组织 WHO 秘书长谭德赛12日日内外记者会表示 ，Delta 病毒会正做疫情拖开主要流行的病毒株，全球死亡的人数当地称悬，还有真侪国家连对抗疫情上前线医护人员拢无够疫苗会当甲因保护。富裕的国家无应该伫这个时阵进行做第三档的计划，手头若是有量上的疫苗，应该直接关乎 COVAX 统一来处理。 帮助中价收入的国家共同来度过这波难关。像加拿大、泰国等等的国家，疫苗人力做的政策 ，WHO 的科学家是警告讲，这是一个真危险的趋势。面对真高畏团的 Delta 病毒，法国总统马克龙12日暗时伫电视直播，公布解封了后新的防疫规定，要求医疗体系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要伫9月15进前做完疫苗，若是违反的人会去互停职停薪。为后个月开始，满12岁的人出入商店、餐厅、酒吧、电影院等等的公共场所，还有坐长途的火车、客运、飞行机，拢要有做疫苗记录的健康通行证，或者是48点钟来 PCR 检测。 而且为了推动民众会当量早注射，为秋天开始，若无医师开的药单 ，PCR 检测一律拢会收费。若过一个海的英国，虽然热天结束进前，过一天确诊的病例数的预估，拢已经出现10万例惊人的规模。首相强生12日要是坚持后礼拜全面解封的计划无改变，不过伊嘛强调讲疫情还未结束，经过讲死亡的人数恐惊会搁加悬，若是有必要，无排除会重新启动防疫限制。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 再来看印度最近是雨季哦，那雨落袂停，嘛一直单雷讲，目前造成68人死亡哦。有一寡人哦是咧摕手机帮家己翕相的时阵，予死若造成真强的电流电死的。 搜救人员出动无人机，查看是毋是一个人搬喺火城河内边，希望会当找到这寡留伫咧现场危险的主人。迄当阵落雨，至少有30个人正伫咧拉贾斯坦邦斋普尔市被列做世界遗产的火壁堡瞭望台。尾下雨愈落愈大，有人入去避雨，有人抑搁伫咧外口看风暴，稍互雷公卡到。कई लोगों ने वहाँ हमारे सामने दम तोड़ा। अगर कई लोगों को वहाँ मदद मिल जाती, समय पे सब लोग पहुँच जाते प्रशासन के लोग। हम नीचे लेके आए कई लोगों को。迄当阵有一个人甲后壁的风暴伫咧翕相，雷公线向向卡来，有一个人是睡唔知影人，有一个是身躯疼甲赶紧走。कुल 11 लोगों की मौतें हुई, 10 लोग करीब अभी अस्पताल में भर्ती हैं। 印度每年6月到9月是雨季，常常有雷公死难。当局讲，伫过去一礼拜六甲礼拜2天，附近的北远邦就42个人互雷公卡死，大部分拢是伫咧田内面种植。中央邦有11个人互雷公卡死。印度气象局警告讲，未来2天也会定定弹雷公，也讲1990年初期到昨晚，印度互雷公卡死的事件增加30%到40%。气候危机是原因之一。2018年，南部的安德拉邦就发生伫13点钟久内记录到36749遍弹雷公。公司新闻吴伟玲编辑。地方新闻来看，桃园北地第10个暗头啊，发生一件有一个查甫人甲因某刣死的凶杀案。法官是认为讲，这个先生犯嫌真重大，嘛有可能有逃亡的嫌疑，暂案裁定羁押。双手封口手铐，去由警方移送地检署侦办。这个25岁姓齐的查甫人，涉嫌杀人牵手，去由警察逮捕。这个命案发生伫11日晚暗，伫桃园市北地一栋大楼内底，一个21岁姓詹的女性，去由因妈妈发现伊死伫厝内。警方接到通报了后，赶去现场，当场甲涉嫌杀人牵手姓齐的查甫人带转去侦办。现在详细发生的情形，还阁持续咧调查当中。 警方获报后，到场立即封锁现场，并且勘查采证，并且立刻将涉案男子来带回去侦办。那全案在警询后依杀人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这个姓齐的查甫人涉嫌杀人牵手的案件，经过检察官的审问了后，认为被告涉嫌犯杀人的重罪，而且有法定羁押的理由，向法院申请羁押核准。我们以上的重罪也会带有逃亡的可能性，所以裁定羁押。 但是本件应该没有充分的情形，所以不进戒。法官认为被告所犯的罪是本刑上轻5年有期徒刑的罪，而且有相关的事实，通认定伊有逃亡的疑虑，所以裁定羁押无禁见。记者综合报道。
热人有真侪民众拢会去海边捡一寡海菜、海产哦。台东县三仙台也海边啊，昨半暝11点外，有4位捡海螺仔的民众哦，其中一位才17岁高中生去互大雁赶走，找2点外钟，最后是有找到人，也毋过已经过往了。三仙台海华监视器录到12半暝11点外。有人为三仙台岛摕手电仔看海往对岸靠近，结果伫要到岸边，光线就连向画面岛边偏移消失，互海雁赶走。华顶民众发现了后，赶紧报案，请消防局甲海巡人员来搜救。初步调查是4位当地民众同齐到三仙台岛掠海螺仔，回程的时阵无行连接三仙台岛的北强桥，颠倒是行桥骹看海登去岸边。其中一名17岁细长的国一学生，互一阵大雁赶走，因为天色黑暗，较无好搜救。黑鹰直升机也出动搜救，最后是3名会晓创济民众插入海中，顺着手电仔的光线，一直到13透早1点外，才伫海底搭救找到这名青少年，也毋过已经无生命现象。我看到灯就离他不远了，我就跟他们说应该在附近而已。本所接获通报，于三仙台岸际那个八孔桥下方疑似有民众采捕海螺，不慎遭那个海流带走。因为热天，东海岸海坪海产上不多，未少民众会利用暗时掠像海螺甲鱼仔，也毋过非常危险，呼吁民众千万毋通冒险落海掠海中生物。记者综合报道。昨屏东内伊发生倒水死亡的意外，有民众伫网络招团聊天哦，结果有2个人倒水过身。昨哦，因为阁还未解封哦，这个所在嘛并无开放，而且嘛超过10个人烧焦，已经违法了。其中阁有1个人是高雄市消防局的主管哦。今仔早起，这个主管嘛互记过调离开主管职。屏东县卫生局嘛针对每一个人开出6万块到30万的罚单。这个当中，消防队员经检甲遗体送出来。于17点10分接触患者，患者肢体僵硬，且无呼吸脉搏，已明显死亡。倒水死亡的27岁吴姓男子甲35岁柯姓男子参加网络招团，12号下晡甲东盘拢总10个人来到屏东内义乡鸳鸯水厂来耍水，所有可能因为无熟悉环境来渡水。因为它是一个葫芦形的瀑布啊。它那个水就那个从上面变下去，变成下面都深潭了。外地的朋友，这一段时间真的暂缓入山暂缓来戏水，以为个人的安全。咱的居民讲，鸳鸯水厂对外地人来讲较危险，公所嘛搁再一届呼吁民众防疫期间唔通搁上山。但参与的成员当中，搁一名是高雄市消防局的詹姓中队长，防疫期间违反着规定，市府决定要甲人调离主管职，屏东县卫生局嘛依法来开发，改调非主管职务。另外，本局也在今天7月13日上午立即召开考绩委员会，决议记过一次溺水死亡成人及2名未满14岁儿童，依行政罚法规定不予处罚外，分别采取6万元到30万元罚款。屏东县政府表示，这届的事故造成2个民众死亡，因此开发名单当中会扣除着未成年者，搁有死亡的民众，其他拢会面临着6万到30万块的罚金。记者王刘婷、陈显坤屏东报道。为了要拼注射率，嘛方便爱上班的民众，嘉义县政府按算讲要设20个到30个暗时的注射站来提供服务。卫生局卫生所甲病院的医护人员做好准备要来注射的民众，为着要提升注预防射的速度，嘉义县准备要来提供暗时注疫苗的服务。因为晚上比较有时间啦，这样还蛮贴心的。这一次的唐凤政委的系统里面登录的乡亲。那这一波我们就预计来开放夜间的施打，那我们希望大家赶快去做登录。县政府表示，目前嘉义县有注预防射人数占14%以上，暗时注射的服务会当方便上班的民众，考虑到医护人员的安排，其他阿里山乡甲大埔乡以外，暂停各乡镇卫生所卖水安的服务。基本上民众现在都去买一整盒的，就不会到卫生所来买。足侪人爱个所注射这动作，都是上好的这动作啊。卫生局表示，虽然目前伫药局拢买有，但是庄脚有真侪时段需要卫生所来协助注射登记，
而且刷落来会当注射的所在嘛安排伫卫生所，希望集中所有的资源来增加县内民众注射的数量。记者林慧玲家己报道。今仔新北市的市长拢安排感谢行程哦。新北市长侯友宜是感谢超商甲餐饮业者提供绿色儿童免费的三顿。台北市长郭文第10区阿东病院哦，感谢讲因提供款难市场6000个人员免费的 PCR 检验。阿东病院协助台北市环南市场的摊商大规模 PCR 体检，2天检验超过6000人。台北市长郭文铁13号透早特别前往感谢。郭文铁讲啊，迄时阵状况真复杂，需要大规模 PCR， 所以台北农产运销公司的部分是请因总来斗3工，环南市场是请阿东病院来协助，因为阿东啊有几啊名以前信任的老师啊，有动物。危急的时候要找自己最信任的朋友帮忙。所以这个就找亚东医院。那会长其实不管朱批、林批还有邱冠明林子怡，这都是以前在台大的老师，你知道所以就拜托亚东医院帮我们做那个华南市场的 PCR 快筛筛检。郭文天到阿东病院来说感谢，新北市长侯友宜13号透早嘛对疫情期间针对18岁以下处理有困难的囡仔提供免费取餐服务的超商啊个餐饮业者来表示感谢。侯友宜讲啊，这项服务进前每个月差不多是100多件，不过6月份疫情期间是来到4664件，并且这业者佫加倍来提供餐点。本来一餐是80元，现在加倍到160元，所以孩子们来这里取餐。同时也可以带回去，和家人一起分享，度过最艰困的时光。另外，侯友宜嘛对新北市13号室外未解封的政策表示，即马过来还有不明的感染源疫苗嘛无够，所以新北市继续来降控人数，希望和民众会当做活动维持健康，嘛要顾着防疫。记者张志勇、谢振林综合报道。过来旅游嘛开放9个人以下的团体哦，也毋过高雄有业者是讲目前是个无人报名。全台湾即马只有平湖的餐厅会当伫内底食，业者是认为团体的三顿要安怎处理，嘛是真麻烦。恁来要2个月，中央宣布旅游未解封，旅行业者早就准备好啊。只是大家敢真正敢出去耍？开放9人以下团体消息出来，高雄业者表示，目前也无听讲有人出团。知道有人推，但是就是这2天来也没有看到成团啦。即摆要去甲消费者招来，第一，伊的成本上悬嘛；第二，因为即摆你讲无熟的人要做伙出团，消费者伊的内心的感觉，伊嘛是会惊。其实，即摆网络顶已经出现3、4人至6人的旅行团，只是13以后的团体真少，嘛真少人定位。民众组团的意愿无悬。工会理事长表示，上重要的是因为即摆各地餐厅要是袂当内底食，景点人数嘛袂当超过40%，限制佫真济。民众若要出来耍，要是会甲厝内人家己塞车去。9个人在一块，虽然政府后来是开放了。但是业者呢，为了要做，也是要用大车，会比较让大家放心啊。这个成本无形中也比较高啦。叶热本地是旅游大国，未解封出团煞真困难。业者认为，要是着等完全开放，体检试剂、甲疫苗、甲普遍，旅游团才有可能成团。记者陈嘉文、赖伟做高雄报道。幼儿园甲补习班一直呼吁讲，政府应该让因有条件来开放。幼教团体就讲哦，中央要求囡仔袂当去幼儿园上课，也毋过哦嘛要求幼儿园袂使拒绝收一寡需要照顾的囡仔，实在是真冲突。三级警戒全面停课了后，有一寡幼儿园的老师带囡仔伫教室上课，却去民众检举讲是室内群聚。中央解说讲是为了医护人员甲警消人员，或者是有特殊的状况无法度请假的家长，才会开放幼儿园会当收托。即马疫情有较缓和，较真的人数降低，有愈来愈侪家长登去到工课场上班，把囡仔送去幼儿园。伫防疫甲维持生活之间，家长嘛是真为难。幼儿的话就更不会了啊，因为幼儿就最难控制了，然后又要跟老师有比较亲密的这种接触的话，我觉得就是更不会放心吧。老师打好，小孩是会传染啊。小孩自己互相传染几率比较大吧。根据教育部的统计，
从3级警戒以来，全国平均每天差不多有3万外囡仔持续去幼稚园上课，比率差不多是5%。为7月初开始，各县市嘛小连续甲灵宝，抑个幼稚园的老师等注疫苗。有教团体认为讲，中央无予幼稚园恢复上课，阁袂当拒绝收托，实在是真矛盾。嘛，呼吁中央都要量早有条件开放幼稚园甲托婴中心。相关的运动场馆都开始，游乐园也开始陆续的微解封。那我们希望政府在滚动式修正我们的这个防疫的状况下，能够提早适度的开放幼儿园跟托婴中心，然后能够恢复正常上课。那这样子才能够让家长去投入到复苏经济的一个行列。幼教团体强调讲，中央会当制定明确的防疫指引，建议会当互家长家己买居家的快筛试剂，1礼拜甲囡仔体检1届，检的结果是阴性，才去学校上课。另外，嘛要加速规划幼教老师注第2档的疫苗，甲防护网做好势。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日本新宿车头附近的大楼，最近是出现一只徛伫大楼顶头真大只的猫仔，佮叮当表情嘛真丰富，是真声人目哦。其实这是一个3D 的广告，嘛引起真侪话题甲讨论。东京新宿车站附近的路口，真侪人拢摕着手机啊，对着头前顶头的厝顶。原来有一只猫吊伫咧厝顶，无法度来；一只猫伫咧遐上楼骹的人，抑佫一直干喙舌。看伊有当时啊向前，有当时啊佫退后，敢若唔知影如何是好。でもちょっと猫がキュッと映った瞬間になんかちょっとみんなこう気持ちが和やかになるというか、愛らしい姿見えてちょっとほっこりするような気持ちがありました。这只猫真古锥，真侪人拢停来看。其实这是用 LED 荧幕所放的3D 的影像，用4K 高画质放伫咧这个面积超过154平方公尺的圆角的荧幕。这只猫头伫咧遐一直上一直叫，互人熊熊一看，唔知影是真的也假。いやああいう猫実際飼いたいです。とても迫力のある映像でびっくりしました。这支广告是当地企业组织制作，希望伫咧东京继续甲新冠病毒混战的时阵，会当伫咧新宿创造一个吉祥物，鼓励人心。这只猫所在这栋大楼 ，Cross 新宿大楼，也伫这个月20开幕，分做楼顶的活动空间加地下室的咖啡厅。这支猫咪的广告，按算自12进入第4遍紧急状态了，会自逐工日早起7点到暗时8点。不时出现伫咧空中，为防疫生活的民众加油。业者也希望透过这个3D 的猫咪，会当吸引更加侪公司伫咧遮放3D 的广告，带予民众更加侪无同的惊喜。公司新闻但是董编辑。今仔台湾各地朋友金门马祖大部分拢是一份好天的天气，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有机会会落雨，中昼过了西半部地区、东北部，阁有东部的山区，嘛有可能会落雷公雨，而且雨会落真大。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3度。外岛地区上低28度，上悬3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